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有一个让人痛心的数字：儿童烫伤基金会统计，过去10年有5000多个儿童遭烧烫伤。像这2回人因为栽落烧滚滚的地毯，规身是2度到3度的烫伤，将做一世人的阴影。还有一个5回全，意外去互火烧着，嘛需要长期做复健。这伫个真细汉的时阵，就拄着不幸的囡仔。伫成长的过程，要安怎避免别人异样的眼光呢？大人阁要安怎来保护着咱身躯边的囡仔呢？华视新闻杂志的专题报道：儿童人权日，勇敢的宝贝，得到2020年公益新闻金轮奖。咱阁做伙来回看这个报道。一起溜滑梯。你最喜欢大家说你什么？我没有手，跟你没有脚。机构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分开久了，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。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？很久很久，100千万天。6回全甲细2回小弟，真欢喜伫公园内面出招撸。2兄弟算过一遍过一遍，拢袂怕忝，这是因上界欢喜的时阵。我这里有来过，应该是5次啦。5次哦，那你喜欢来这里吗？喜欢啊。穿压力衣的全动作真灵活，8关8架这种小可大的字，对毋捌看过念影器材，更加是真好记。你在干嘛？快点表现给爸爸看，快点。等到厝内，甲点点食饭的小弟比较起来，因老爸老母真也无全的发动。好冰啊！哎，你不是晚上说很热吗？所以我会逼你啊。甲因老爸咧烧耍，完全看袂出来，讲伊是一个烧烫伤的小病患。当这个压力衣烫落来时，小小身躯、胸坎、下海甲手骨拢是气，互人看了真唔甘。反正讲这个全的气会萎缩，因老母3不5时就还佫替伊做复健。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放轻松，你越挣扎我越大力哦。他抵抗我就是以我的力气去压他，然后压不动的时候啊，我就叫他来。我来了，不然我他更大力。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说，你复健如果没有复健的很好的话，可能会再手术，就是把它重新归零，然后继续穿，继续植皮。那时候当下听到之后，我要用我的力量去让他一路走来，就是完全不要开刀，因为每次进去就是觉得心就是在被割一块肉。2年前，敢若阿嬷甲全伫厝的，趁大人无注意的时，全走去3楼佛堂，讲想要拜拜，摕来台喷枪，想要点香，想要到烧着衫裤，一发不可收拾，造成规身躯30%深2度到3度的烧伤，颁发出病危的通知。那时候医生说，你可能要一个准备这样。那时候当下的时候，我心想，惨了，怎么办？然后轮到他顾他的时候，赶快去什么样的方法，问神明什么都去跑。自责说，如果不要忙着工作的话，小孩子可能多看一点什么话，应该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。虽然捡回一命，也要全后续清空喙正皮。开将近20摆刀，出院了发现有创伤压力症候群，伊看到青云人就会惊。我们都会带他出去走。那有的时候就会在别人的口中听到，啊，这个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包起来像蝙蝠侠，或者是怪物啊，或者反正有的不好听的话都会出现。手放开，手放开。谁把你弄最痛？妈妈。爸爸。福建之路更加歹行，无要让这个气萎缩，造成机体功能发生障碍，包括举手、天开甲练球，这个基本动作对全来讲拢是噩梦。那时候在阳光的时候，我整个大生气啊，
好，走，我们走，不要复健了，你就上放烂就好了。生气呀，气到我就骂他，他就哭啊。然后就是想说，我就说我们就是要认真去复健啊，不管再怎么辛苦，我们就要熬过来。妈妈也是陪你的，这条路真的不好走，很难走。家长在面对到这些事情都是第一次面对到，他其实也很需要旁边有人可以陪伴着他们。我们其实就像黑暗中的萤火虫，就是陪着他们，照亮他们，然后可以走过这一段隧道。在永光基金会社工协助下，经过一冬外拍拼，全袂阁惊人啊，嘛转去幼稚园读册，露出笑容，感情阁较好。规家伙啊，嘛总算会使行出阴影。先爸爸。来了，那你再亲妈妈一次啊！我们数到100。小烫伤复健是一条长又阁艰苦的道路，对幼囡仔来讲，更加是艰苦。全转到永光基金会，秘书就是转到家己的厝，看到两回邻会主动斗3工做复健。摸不到，要再高一个啦。家长嘛，趁这个机会做交流。2019年初，厝内开饮料店的邻，无说二跋落去倒煮好的茶汤内，规身躯超过52%度到3度的烫伤，想起了这几个月来，邻老爸真艰苦。他痒就是抓到流血，他还在抓，抠到流血，把那块肉拿起来，然后把它掉了一块肉下来，整块好大，50元大。血流的整个衣服、床、棉被都是，而且这种事情还一直在发生。本来健健康康、好好一个囡仔，不过规身躯拢是伤，做爸母的是真自责甲亏欠，只能甲家己讲，爱搁较认真甲陪伴，做伙做复健。他没有办法像以前能够轻松做到的事情，他现在没办法做到。可是，在这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他有慢慢变好。虽然说表面的疤痕是真的可能没办法磨灭了，但是你发现他动作啦，越来越蹲得下，手可以举越来越高。邻为每礼拜到阳光复健2天，即马改为1礼拜1天，搁甲全变成好朋友。爸爸，来一个，放在这边的。阳光基金会统计，最近3年来服务的个案，12岁以下儿童烧烫伤原因的比例，以78%烧的滚水、烧汤、身躯的水等等烧水烫伤的上济。过来是12%是火灾、瓦斯，也是炮啊等等火焰造成的。另外就是像化油水烧热伤，也是车祸等等。预防的观念是说，你在处理面对任何危险源，你就要有戒心，你千万不要一只手抱着小孩子，一只手在操作这些事情。我们要正确的急救，误信偏方，以防二度伤害。那这些偏方呢，可能是什么酱油啊、牙膏啊。烧烫伤第一时间要记真，冲烫、浸、砍、送，处理烫伤的5步口诀。不过，儿童烫伤基金会发现讲，统计过去10年来，有5000多名儿童被烧烫伤。其中有80%的家长唔知讲正确冲水时间是要偌久？冲水15分钟，然后慢慢的在水中把衣物脱去之后，再浸泡15分钟。这个是最基本的处置。妥善的急救的人，大概会少2天的住院日。治疗所带头下，冬阴配轻声治疗伤痕嘛，唱出希望。4年级的朴伟2年前交到电磁炉电线绊倒，当你滚的火锅规个倒落来，超过20%的烫伤，伫病院足足待1个月。检疫一回余弦是1岁半的时，分老爸倒泡好的烧茶烫着伤。即马2个人的工序已经初步好啊，免阁穿压力衣啊。他就跟一般皮肤一样，只是不一样，只是他长得不一样。爸爸跟我说的，奶奶在上班了。拢是疗痕的皮肤，秘书是刻了真深的刀庭，每日拢忍受折磨，一世人难以磨灭，更有可能改变囡仔一生。
这个囡仔因伫福建这条路上，需要父母、亲戚朋友甲社工详细照顾，嘛需要社会大众正面看待，才会恰日的记号。烧烫伤的囡仔，找到免疫病技师，得到终生蜕变的机会。有很好的未来啊，对，然后也是正面的阳光，可以看到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帮忙，毫不客气这样子。在他的生活周遭的朋友，对待他的方式是可以像我们父母一样的方式在对待我的孩子的。